水情这案，台中市政府赶紧找水源。好消息是啥物？伫中央公园已经咧挖到头一口的观测井，依照这个观测，这个水质真好，而且咧出水量真大，估计一口古井一天的出水量有1800吨。未来讲要挖12口古井，提供予自来水公司净化了后，转做民生用水。 为水井抽出来地下水，滴伫咧塑胶管仔内底，看会出水真清气。台中市找水源，伫咧中央公园北边发现丰富的地下水。在中央公园开凿的第一口观测井，经过检测，水质良好，而且每天可以出水1800吨，未来有机会成为台中市民生用水跟次级用水的重要来源。 因为中央公园早期是水缆机场，基础用地拢无开发，即马伫咧遮发现地下水，而且出水量一多。初步的检验呢，数值良好，初步估计可以达到1800吨。那这样的水量呢，大概是标准游泳池的5.3座。市府预计4月底进前，伫咧遮挖12口井，就讲供应12000吨的水，予水道水公司净化变作民生用水。不过抽这么侪地下水，敢会予地站落落？这个地方是属于软砾石层，经过我们长期的调查观测，发现这个地方台中盆地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地层下陷发生的一个情势。 即马水道水经过讲停2天的阶段，中央公园地下水有机会予台中市调度用水。